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6个月之后我就要当爸爸了，很多粉丝都跟我说食补很重要，所以要让镜子吃好。今天我给他买了一箱牛肉全牛礼盒，这一箱是998，基本上等于1000块，贵是有点贵的。开箱看一下值不值。顶牛礼盒，这个视频和广告无关，因为这个好得来的顶牛礼盒，这是今年最后一箱，我把它买下来了。朋友们如果要买，也要等到明年过年才有。之前在外婆家开箱了很多年夜饭，但是这个牛肉礼盒是第一次开。话不多说，赶紧打开看看，里面还有包装，冷链。看一下啊，这个1000块值不值？这个是黑椒牛肋排650克，安格斯牛腩块400克，牛尾骨400克。这个我也没见过，这个朋友们叫金钱腱400克。哇，这个牛排大的，跟我的手比一下。安格斯眼肉牛排，这里面1块。安格斯西冷牛排，朋友们看一下，镜子6个998，你觉得值不值？值，你送的我都喜欢。搞知吧？那可随着一个女包太大的那样发现，也是大也是黑，你到底硬部我就想一袋粉粉吧。还个呀？你抽对了想，硬部的句句谁欢喜吃女包 ？Tomorrow， 朋友们，今天我要去买手机了。我的这个手机剪视频用了3年多，现在已经不堪重负。为了给大家拍出更好的视频，要去换一个内存更大一点、像素更高一点的。我们带了一个平板过来，以旧换新，看看能抵掉多少钱。这个是不是比较老了？平板卖掉了200块钱。19年的平板，内存32个 G， 只抵掉了200块钱。我本来想能不能抵个500。等年后要带镜子去预定月子中心了，到时候又是好几万的，现在能省一点是一点。这个就是我以后的新手机了，3299，关键是内存要大，这样我可以存视频。3299 512个 G， 我现在用的这个手机是128个 G 的，每天剪了视频就要删，不然第2天根本就拍不进视频，手机就卡住了。这次这个内存够大了，朋友们，之后几年我就靠它了，希望能拍出更好的视频。